同款是这食安的问题来关心的是，婚林出产的台湾加纳鱼排呢，和高雄市的卫生局去验到动物的禁药。这业者呢是家己甲共批的这个鱼排送去检验，结果煞无去查到，这到底是倒一搭出问题？这是引起社会讨论。也那高雄市卫生局是表示讲，这检验的程序拢有照标准来，业者会当申请复检。不过到今仔日早起为止，是还未收到业者的申请。 制作提出手机内底检验报告，哪讲哪比。婚林口湖鱼类生产合作社出产的台湾鲷鱼排，初一去高雄市卫生局验出未当使用的动物用药。合作社除了配合产品路径调查以外，也家己甲共配混样，以及无共配鱼排拢送去 SGS 检验。初二结果公布，全部拢是无检出。合作社总经理直做讲，因的产品要对阮出货进前拢会先送验，无问题才会出货。而且共配产品拢会留货样放1年。现在货样的鱼排再次送验嘛无验出。 到底都一大宽窄出问题，因也等来厘清。主管机关也有到该有疑虑的那个养殖场那边去采样，那也要等待它那个检体的报告出来。抽验时为完整包装，检验结果检出动物用药恩佛奎林酸缩与不得检出之规定不符，以上与业者自行外部送验同批原料样品为不同检体。若食品业者对检验结果有异议，可自收到通知日起15天内向原抽验机关申请复验。 高雄市卫生局强调，业者送验的货样产品，甲验出违法药物的鱼排，毋是同一个检体。若是有交期，会当申请复验。业者认为，拢是同一个鱼阮啊饲出来鱼啊，无应该干那一地有问题，会申请复验。而针对卫生单位甲业者检验结果出入，民众讲袂影响消费意愿，不过也是要紧找出原因。应该中间过程流程里面中间出了什么问题？那个养鱼的渔夫他不会自毁名誉啦。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，目前也未收到业者针对问题检体申请复验。业者讲，申请今仔日会送出去。另外，婚姻关农业处要针对饲用台湾鲷的迄搭鱼卵啊来抽验饲料、鱼啊底土甲水质。检验报告大概需要1礼拜，一搭来厘清，望赶紧找出原因。记者郭家祖、胡超雄综合报道。